有需要分析對投資者構成嘅風險。咁啊，請你解釋咧，證監會持牌人或者註冊人操守準則，即係 Code of Conduct，當中所提出嘅所規定嘅，在提供服務時，應該顧及客戶的最佳利益行事。咁呢份新產品及服務審批程序，即係 NPSP 咧，點樣能夠履行上述呢個剛才讀咗個操守準則個部分嘅規定嚟進行產品盡職審查咧，即係 due diligence 咧？葉女士。Mr. Chairman， 主席， product program, which actually, 新產品及服務審批程序咧就係一個程序嚟嘅啫。product features, 咁我哋就會睇個產品嘅特性。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roduct features to 同埋有關嘅產品特性係咪適合， material time. 即係當時係咪適合有關嘅顧 The 客？ product program is supplemented 呢一個 in 程 the 序咧 selling process in 喺 identifying 銷售過程嘅時候咧 the primary targets customers. 仲有啲補充嘅，就係我哋係確定邊啲係主要嘅客戶，點樣配對客戶嗰度。 In the selling restriction 咁然後喺我哋嗰個銷售嘅指示等等咧，我哋都係好明確嘅指示同埋指引係跟進呢幾點嘅。而嗰個產品程序本身兩個層次嘅，第一就係整體咁樣去審批一套嘅產品，譬如好似 Constellation 咁樣。至於每一個產品系列裏邊嘅個別系列咧，就係喺一個盡職審查過程嗰度會處理嘅，即係每一個都有個盡職審查嘅。咁即係我要睇翻每一個系列裏邊點樣樣，而係我哋嗰個銷售嘅指引咧，都係主要係針對嗰個銷售程序。當然啦，我哋首先就已經確定咗呢個係一個合適嘅產品。講話喺個銷售嘅指引嗰度有提到係關乎嗰個投資者嗰個風險，但係喺嗰個最初源頭，即係最重要一部分，呢個 NPSP 嘅部分就係嗰個審批程序，即係喺審批嗰陣時，審一個產品嗰陣時，你就根本就冇諗過投資者嘅風嗰個方面呢個因素，只係諗嗰個銀行方面對你自己嘅業務方面嘅風險，呢個係好清楚係你當時嗰啲部分嘅程序咧，係完全冇包括投資者個風險部分，係咪咁樣睇法咧？葉女士。That is not the case. 唔係咁樣㗎。喺一個產品或者一組嘅產品進入去我哋個產品嘅系列裏之前呢，我哋首先就要審批話俾呢一套產品推出嚟分銷。至於話整體係咪適合投資，即係我哋個顧客組群係點呢？呢點我哋係絕對有考慮嘅。而喺真係批准嗰套嘅產品嘅時候，咁而係要負責批准嗰套產品嘅時候呢，即係討論過程裏邊呢，我哋的確係會包括埋前線嘅辦事處啦，同埋我哋風險審查嘅部門等等嘅。而會負責分銷產品嘅部門呢，亦都係有積極參與喺呢個討論過程裏邊，就包括埋到底個產品係咪適合佢哋嘅顧客㗎。呢個部分嘅問題咧，請各位同事一陣可以繼續跟進啦，因為我仲有其他問題想提出嘅。就葉女士，證監會喺2007年5月發出一份有關提供合理適當建議嘅常見問題。星展香港有冇因為嗰份文件呢，嗰份常見問題嘅規定呢，而更新呢一份喺2003年7月發出嘅新產品及服務審批嘅程序呢？葉女士。The launches of our programs 喺
銷售嘅計劃推出嘅時候咧，我哋係跟翻規管機構嗰方面嘅規定嘅。證監會就喺2007年5月發出一份呢個FAQ，即係常見問題。咁啊，你哋嘅喺嗰個2003年咧，就已經發出你哋個 NPSP 新產品及服務審批嘅程序，呢個係之前嘅，係4年前嘅。咁啊，當你即係收到個證監會07年發出呢一份嘅 FAQ 之後，你有冇更新你自己原初03年嗰份文件呢？你就未回應我問題啊，葉女士。Sorry, Mr. Chairman. 對唔住啊，主席。嗱，呢一個嘅新產品及服務審批程序咧，其實咧就係經常有復檢嘅。咁而有關嘅檢討咧，亦都咧係定期咁樣，就係根據市場嘅情況，亦都咧係跟翻新嘅規管嘅指引嚟到進行㗎。喺03年，我哋推出咗呢一個程序之後咧，亦都咧係有持續咁樣咧係有發行新嘅產品，咁所以咧呢一個嘅程序亦都係定期咁樣去檢討㗎，亦都咧係喺推出咗呢一個嘅證監會新嘅指引之後，即係話07年之後咧係有指引係有檢討嘅，但係我就冇一啲嘅細節咧，就係有關嗰個檢討嘅細節，但係我係願意提供有關嘅資料俾小組委員會嘅。我哋係可以咧，就係喺嗰段期間所進行嘅檢討嘅細節咧，係可以提供俾委員會嘅。後來所修訂咗嘅 NPSP 嚇，就跟住我想問就係星展香港嘅投資產品部即係 IPG， 用乜嘢方法嚟確定投資者需要承受嘅風險呢？根據投資產品部即係 IPG 嘅評估，投資喺 Constellation Notes 嗰陣時咧，投資者需要承受啲乜嘢嘅風險呢？主席，投資產品部咧就係一個星展嘅部門啦。咁基本上咧就係同呢一個嘅發行者咧，同埋呢一個嘅安排者咧，就係進行呢一個嘅磋商嘅。我哋都係有定期嘅會議咧，就係同呢一個環球金融市場部咧嚟到係協商咧。咁佢哋都係由投資產品部嚟到咧，就係去甄選呢啲嘅產品啦。其實咧就係喺進行呢一個盡職審查之前已經係咁做啦，亦都咧就係有呢一個咧就係我哋考慮某一個產品之前，我哋已經係做咗呢個盡職審查。咁亦都咧就係唔同嘅部門咧，亦都咧係有參與嘅，包括咗零售業務部啦。咁究竟個市場推出緊一啲咩產品呢？係俾啲乜嘢產品俾我哋嘅顧客咧？咁所以呢，投資產品部咧亦都咧係會提供一啲市場方面嘅資料。亦都咧係進行一個甄選嘅工作，嚟到咧睇一睇究竟產品係咪適合俾呢一個嘅零售銀行嘅顧客。咁必須咧係甄選一啲嘅產品咧係最適合零售銀行嗰方面嘅顧客嘅。咁亦都咧係會有一個風險嘅評級。咁所以呢，我哋係要進行盡職審查，亦都咧係要就住呢個產品咧，就係睇下佢嗰個嘅風險評級，然後先至再推出呢個產品嘅。葉女士，關於投資喺 Constellation Notes 嗰陣時咧，啲投資者係需要承受啲乜嘢嘅風險，或者係再詳細啲答呢一點，葉女士。Okay, sorry, Mr. Chairman. 對唔住啊，主席。嗱，投資產品部咧就係要睇翻呢一個嘅產品嘅特色啦，即係話咧呢個產品有啲乜嘢嘅特點啦，佢要睇翻啦，亦都係需要睇翻嗰個風險嘅特點。另外咧，市場係咪有波動啦？究竟呢一啲嘅票據幾時到期啦？佢哋嘅信貸嘅評級啦，即係話咧喺呢一個 Constellation Notes 嗰方面嘅信貸評級係點啦？咁另外咧，佢個抵押品係點啦？另外咧就係買賣對手嗰個嘅信貸評級啦。另外咧就係交易對手嘅抵押品啦，同埋咧就係一啲參照產品嘅情況啦。另外咧，佢嗰個票據嘅回報啦，係咪足夠啦？係可以滿足到顧客嘅需求，同埋係咪能夠符合
顧客需要承受嘅風險咧，喺整個嘅持有嘅期間，佢哋都係需要睇返嗰個嘅多元化嗰個嘅角度啦。即係話咧，喺呢一個嘅